我諗佢最後請你帶領一下，對於啱啱接觸呢個公式嘅人，可以講解下呢個5步流程。好簡單咧，你就做嗰啲令你最有熱情、興奮、好奇心嘅嘢咧，先由呢啲開始行動。因為熱情其實就係你靈魂用能量同你溝通，話俾你知呢個就係你自己，呢個就係你人生嘅下一步。所以嗰個事件或者嗰個工作或者機會，會比其他任何嘢都更加令人興奮，更加有吸引力。呢個其實就係你靈魂同你講呢一步就係你要行嘅下一步。所以你首先要跟住你嘅熱情去行動。第二步就係你要將呢份熱情咧發揮到盡，直到你再冇辦法再行落去，或者你發覺嗰份興奮感咧開始減退。要確保唔係你自己嘅信念壓抑咗你嘅熱情，而係真係自然咁減退。之後你就揾下一樣令你最興奮嘅嘢去做。講到跟住你嘅熱情去行動，其實唔一定要有咩大場面或者咩特別嘅事發生。我哋講嘅只係指日常生活入邊當下你覺得最興奮、最想做嘢嗰樣嘢，可能只係咁簡單。譬如話我而家比起個書更加想出去行下，咁你就先去做呢樣嘢啦。第二步呢，就係將呢件事做到盡呢，直到你再冇辦法再做落去為止。第三步你要去行動，跟住你嘅熱情，但係完全唔可以有任何執着或者預設結果會係點。因為你實際上並唔知道理想嘅結果到底係咩樣，你可能會，但係實際上你並唔知嘅。因此，讓自己對理想結果嘅可能性感到興奮，甚至可以想像代表理想結果嘅事物，但唔好堅持認為佢必須以呢種方式發生，因為你個靈魂咧，實際上可以幫助你俾佢發生得比你用你嘅肉體所能想像嘅更好。所以不堅持，不假設。讓佢自然冇揾你。第四步，無論發生咩事咧，都要保持正面嘅心態。即使發生嘅你客觀上唔中意嘅事，都一定有咁嘅原因。用正面嘅方式去運用嘅。有啲你客觀上唔中意咁事發生，其實唔需要令你有負面反應。你只需要保持好奇心，話咦幾得意喎，我想知點解會咁發生，因為我唔係咁中意咁樣。但係有時見到佢，我哋唔中意啲嘢，反而可以透過對比，令我哋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啲咩。咁樣就係用你唔中意啲嘢去做一個正面嘅用途。當你保持正面心態，用呢個方法去面對，你就會從中得到好處。你會從中學到一課，你會得到佢可以推動你向前嘅資訊。如果你一直處於負面狀態，你只會對件事作出反應，繼續重複發生嘅你唔中意佢哋。第五步，檢視你嘅信念系統，放低咗基於恐懼嘅信念，放低咗限制你負面嘅信念。其實你要真真正正明白，你之所以一路緊握住嘅信念，只係因為你覺得自己必須咁做，可能因為你覺得另一個選擇更可怕，或者係佢嘅現實。但係你要明白，呢啲只係一個故事，唔係事實嚟嘅。放低個負面信念，檢視你嘅信念系統，清理下你腦入邊嘅雜物啦。咁樣能量咧就可以更有效咁為你運作，你都可以更快咁向前行。就係呢5個步驟，跟住你嘅熱情去行動，盡你所能去做，直到你真係做唔到為止。唔好假設，唔好靠人幫手，保持正面嘅狀態，檢視同埋清理你嘅負面同恐懼為本嘅信念。當你咁做，就會引發一連串唔同嘅連鎖反應，你會經歷到更加多嘅同步巧合啦，生活入邊會更加輕鬆，更加多嘅快樂，更多嘅連結。你都會見到一啲你可能冇意識佢緊握住，但係其實你唔想要嘅信念嘅反應。等你可以將佢帶上心頭，話哦，原來我有呢個信念，而家我可以努力放低佢啦。佢仲為你提供所需嘅所有支持，俾你能夠繼續以任何形式嘅支持嚟表達你嘅興奮之情。因為佢並唔總係好似我哋想象咁樣，但係只要佢能夠俾你有能力喺需要嘅時候做你需要做嘅事情，咁呢個係一種支持形式。簡而言之咧，呢個就係公式。正如巴沙爾所講，唔好俾事變得更複雜，唔好諗太多，只要更清楚、更準確咁理解佢，並喺各種情況之下應用佢。無論生活中發生乜嘢，你都會睇到自己以更快、更積極嘅方式導航同前進嘅能力發生顯著嘅變化。絕對有效，佢對我有用。
好多人翻嚟講，嘿，當我最終將佢應用到每一種情況嘅時候咧，我嘅生活發生咗根本性嘅改善。因此，證據並唔在於巴沙爾係咪真實存在，證據就喺個信息緊。事實證明呢啲信息係真實，咁先至係最重要嘅。你仲有咩事啊？但我中意呢個，我好高興我哋分享咗呢一點，非常多謝你嘅到嚟。我嘅榮幸，多謝你嘅邀請，感謝你做咁嘅嘢，俾我哋可以分享此類信息，其他人都可以加入。我真係好欣賞你追隨自己嘅熱情去做到呢一點嘅能力。多謝大家，我真係好感激你哋全部。希望你睇今日都過一個美好又充滿同步巧合嘅日子。